歡迎大家嚟到 Sanala 心靈旅程，一個靜靜俾你呼吸、向內探索嘅空間。上次同大家講咗有關稱讚嘅話題啦，今次想同大家分享關於嬲嘅時候，你會點做呢？你係沉默啊、爆發啊，定係努力忍住自己？我哋都知道嬲其實係一個真實又自然嘅情緒，喺每段關係入邊，無論係伴侶之間、父母或者同小朋友，我哋點樣可以喺嬲之中唔好失控，甚至可以令到彼此更加接近呢？而我自己都有一套方式，雖然佢唔係正確嘅，但係佢都有效咁樣幫我自己喺情緒失控嘅時候，有嘗試令到氣氛冇咁僵，關係亦都唔會咁惡化。喺我未分享唔正確嘅嘢之前，我哋先聽下最正確、最有根據嘅嘢。我哋依家先由比較正式嘅心理學去學習一下，當我哋嬲嘅時候，點樣令到自己冷靜，但同時亦都讓愛繼續存在。我哋首先了解下嬲嘅科學。心理學家 Dr. Dan Siegel 有一個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情緒腦接管。當我哋覺得自己被威脅嘅時候，大腦嘅杏仁核就會啟動防衛系統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嘅前額葉皮層，即係理智嗰方面，就會斷線㗎喇。所以當我哋情緒高漲嘅時候，我哋講道理啦，我哋解釋啦，甚至道歉呢，都唔會入到去對方或者自己嘅腦入邊。喺呢個時候，佢或者係你自己根本就聽唔到任何嘅說話。哈佛醫學院研究指出，一個強烈情緒嘅生理反應通常會持續大約90秒。只要我哋努力撐過呢90秒，理智腦呢就開始重新連線。所以第一步，我哋唔係要控制自己情緒，而係俾自己有個空間去等你嘅理智翻返嚟。但係當你嬲緊嘅時候，90秒其實好耐，每一秒好想表達自己，好想講一啲好嬲嘅說話。所以喺呢90秒裏邊，我哋可以做啲咩呢？呢個部分靈感係嚟自於正念課程啦。我哋先停落嚟，呼吸3次。吸氣嘅時候，同自己講：我知我嬲緊。呼氣嘅時候，亦都同自己講：我要選擇唔好俾情緒帶住走。呢一種嘅覺察就係 mindfulness 嘅起點。之後你可以好平靜咁樣同對方講：我需要冷靜一下，我哋遲啲先講啦，好唔好啊？研究關係超過40年嘅心理學家 Dr. John Gottman， 佢有指出，即使係婚姻裏邊最穩定嘅伴侶，我哋都需要有生理冷卻時間。我哋離開唔係逃避，而係保護緊大家嘅關係。再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用個身體覺察法，去感覺一下自己嘅膊頭、心口或者手掌。如果發現自己已經緊握拳頭，握得太緊，心跳開始太快啦，咁就可以用我之前講過嘅第三者角度，話俾自己嘅身體聽：我而家係安全嘅，至少我安全。同時間，我哋都要學識自我憐憫。話俾自己聽，我依家係好辛苦，呢個感覺係正常嘅。我唔需要完美，我只係想做一個更加好嘅人。呢一種自我同理都可以減少你自己嘅憤怒或者內疚感。當你自己冷靜咗嘅時候，但係對方都發緊火，我哋點樣可以令對方冷靜呢？如果你即刻同佢講：你冷靜啲先啦。呢句說話反而會令到對方會更加防衛自己。而根據喺溝通研究入邊，最有效嘅方式係先令對方嘅情緒被看見。即係咩呢？如果係同伴侶嗌交，你可以講：我聽得出你都好唔開心，我哋先了解下大家嘅睇法先。
我哋可唔可以一陣間先再傾？我怕我而家講錯嘢。我唔係想同你對立，我只係想知道你最在意嘅係邊一部分。如果係同小朋友，我哋可以同佢講：我見到你而家好嬲，我喺度等你，我知道你未 ready， 等你 ready 好，我哋先再講。不如我哋而家一齊深呼吸好冇？媽咪有啲嬲，我都想一齊冷靜下。我哋拖住手，一齊呼吸，一齊冷靜。呢啲說話聽落去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效果係好深㗎。因為被理解嘅時候，大腦就會返到去一個安全嘅狀態。咁當我哋冷靜咗之後啦，就去到最後一個部分，修復同重建。冷靜咗之後，最重要嘅嘢就係修復。Dr. John Gottman 嘅研究發現，幸福嘅關係並唔係從來都唔鬧交，而係鬧完交會願意修復關係，而喺啲句子都可以溫柔咁樣幫你重新去返你哋嘅連結入邊。啱啱我可能講得太快，語氣有啲太衝動，對唔住。我唔係想傷害你，我頭先太激動啦。多謝你願意等我冷靜落嚟。修復嘅意思唔係要分邊個啱邊個唔啱，而係重新同對方講，我好重視呢段關係，我想有良好嘅溝通。而我自己嘅做法呢，係情緒激動嘅混合版。之前一路以嚟呢，我控制情緒都尚算可以啦，即係我都可以令到自己冷靜去溝通嘅。但係生完小朋友之後呢，荷爾蒙影響啦，睡眠不足啦，好多原因啦。總之我就控制唔到我自己啦，情緒好差，EQ 好低，少少嘢呢就已經可以好嬲，尤其是對住伴侶。我同佢嘅溝通係簡易英語啦，而英文呢係我哋嘅 second language。當自己好嬲嘅時候，用 second language 呢就更加容易好粗暴直接咁樣表達咗自己嘅諗法，冇修飾過，直接將個情緒爆出嚟。跟住有一次鬧交嘅時候，我望住佢嗰刻理智翻返嚟，同自己講，我唔應該攞呢個態度去同佢講嘢，對件事冇幫助。我亦都唔想傷害佢，所以我就超級激動咁樣講咗句 I love you, but you really piss me off。呢個情況呢，其實好危險嘅，即使呢一句說話個態度都係唔好，個語氣都唔係用一個溫柔嘅語氣去講，但係我有表達到我唔係想同你嘅關係變差。當中嘅 hiding message 有我控制唔到我自己，我係針對件事，唔係針對你個人。我唔想同你個關係變得更差，而我見到對方嘅反應呢，係有緩和到嘅，即使大家嘅態度都係強硬，但開始識冷靜落嚟啦，開始識喺度等到我冷靜嘅時候，我哋先再講。呢一個唔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啦，但係叫做有嘗試努力緩和一下嗰一刻嘅氣氛。所以直到依家，我對小朋友有時都會用㗎，即係當我情緒又係好嬲啦，鬧緊小朋友嘅時候，我一下子個情緒轉換唔到，但係我都會同佢講一句 I love you，俾佢知道媽媽係好嬲，但我唔會唔愛你。通常小朋友聽到嗰刻呢，就會冇咁恐懼啦，冇咁驚慌。呢個都係修復關係其中一步，令對方對我有返安全感，有返歸屬感。我冇拋棄佢，佢亦都唔會因為我嬲而覺得佢會被拋棄。跟住到我自己情緒完全穩定啦，可以講返呢件事啦，我都會同返佢講，你知道媽媽係愛你嘅，我亦都唔想因為我而令到你唔愛你自己。咁當然，由我鬧小朋友嗰刻
已經係我做得唔好嘅地方啦，所以已經係事實，就唯有諗方法去補救。嬲呢，唔代表我哋唔夠好，嬲其實只係代表我哋在乎一樣嘢，我哋唔應該抑壓佢，但係同時間我哋亦都唔可以放任佢。我哋要學識點樣令自己冷靜，唔好將自己抑壓，但係同時間都要俾自己同對方一個重新修復嘅機會。下次當你嬲嘅時候，記得我哋先照顧好自己，再用溫柔嘅語氣行返去對方度。呢樣嘢正正係代表你好在乎呢段關係。有一個良好嘅溝通，係擁有良好關係其中一個維繫嘅方法。今日嘅節目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喺嬲之餘唔好抑壓自己，但係都唔好傷害對方。我哋下次見。